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苗栗铜锣119烟土拜六礼拜从头会有几多人去客家太阳参观游了，不过也有人顺利烟土入到个深山度去铜锣有机农民实习，请天然有机的青菜果子囤美食。一群农民也希望用实习来做起点，囤119烟土变做有机生产龙头。1斤80块，1斤80块。他这边酱汁很多。牛韩国啦，要喝牛韩国啦。有那个韩国。你们要生吃啊哈？对啊，切片啊。哎，有降价吗？没有哎。这样这次嘛，对。落地羽毛的有影片，2014的苗栗铜锣山区看起来还较热情，也个当大年的有机农民实习的企业，风传高经验，看来到采的水果来，一层又一层的很卖杀。本日嘅品片嘅蔬菜都会是人气。这个有机才可以这样吃哦。很甜啊，它的甜度差不多12度到13度。那你刚刚要不要试看看？你试看了呀？不用客气啦，这个来这边我跟你讲，是有机的才可以这样吃哦。你家这个一般的惯性，我不建议这样吃哦。青菜果子从台年后拿起来细细就做食，农民看得出当有痴心。铜锣了业有机农民实习，最后一本有机农老消费者面对面，本消费者有机非认识生产者。农民市集当时的成立，就是为了要照顾这些农夫，免于他们受到这一个所谓中间商的一个剥削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创立这个市集，最主要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将他辛苦的一个东西，在这个市集里面可以直接销售给这些消费族群。那也在这个平台里面建立一个互信互赖的一个机制。过来啊，特别吼，我发现可以留农夫安尼面对面的讲法，我知道同好，我可以问嘅就讲，人个菜很用的种出来啊，唔很用的去种，唔很用我想的去种有机啊的东西，我所给到精神啊当干配啦，那个送来我当喜欢来啊，对话。老大部分实地都市农民实习无行业，铜锣有机农民实习，啲铜锣多审查119烟土顺合，一然被按入，我来到一个实习的消费者，但是都系上门熟路的老主顾。我们每个礼拜都固定来这里买菜，我们每天的青菜都是。我们在这边买的，因为家个条线都系客家大院都要3米一条一个119线道嘛，给大概其实它一个中间点啦，也有好的地方啦，伊种带通下给家个沙区的发展啦，每家也因为种买有机的蔬菜嘅客户群，唔係講一般的客户啦，佢會當特定的族群。佢來講，佢唔會講啊，反正佢來嗰個拜六佢下拜佢都當固定會來。因真啲較偏僻嘅山區，就算係了業，來按實施嘅消費者也唔多。故所實施當家潘發圖來本名聲打出去。不過，無按實地人口較多嘅區域，最希望農民做啲啲較舒適嘅環境度，建立面對消費者嘅信心。我们当时在选择市集的时候，也有考虑到这个外面的这些观光景点的地区啦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说，其实这些农民他们还没有准备好。当我们把这些农民把这个市集放在观光地区的话，其实他们承受的压力反而会更大。那所以说，因为这个考量，我们就把它移到我们这个附近农场附近。也很唔得去家去行销，人家东西好唔好？你一定記出當清楚一條保熟加養分多奶，要冇醫業都講衛生署嘅規定講，你冇提講有乜療效，應該同本人了解講，牙保熟係有乜嘅成分，台灣要講我們了解，嗰個人講做嘅專業嘅有機農民真係冇人改啦，唔係想單純係講加咗講冇當好平台嘅好，同佢係天數證件。还是搞单打独做，正当艰苦。那个甜菜根它不是吃下面这个嘛，对不对？那它等于是吃叶子的，类似这种的，都特别。对，那这是白菜，白菜。有些农夫来讲，他并不虽然来1年的，可是他表达就是也不会
就是滔滔不绝，他只会腼腆的笑说啊，等他吃了菜，我的菜就知道好在哪里了。他也不会去过度的一个就是去讲他的菜有多好多好。那反而就是隔壁的农夫就会帮他卖菜，然后他们自己还是会不好意思来称赞自己多好在哪个地方。因为係較相對熟悉嘅環境，呢度有幾農唔單止做得到開放嘅收集，有時節還做得分享，有幾種設立艱苦心得。有啲人家的商業啊，那種筆記咩嗬？筆記都係我有從嘅。呀，上海人佢就4個每個都筆記做到嘅，有無語嘛？所以呢，壓力大啊。很會同佢互相溝通。很重視，有的人佢沒有興趣會種下東西，想會種下東西，非常沒有的專業技術，跟人都同大家分享啦。同傳統市集無同傳統市集，我見面買一啲玻璃車買完就走啦。講毛要種毛，要一個毛冇乜就走。一隻有機農民市集，就算既然成立了年啦，有啲農民還係因為吃到排泄，或者消費者除咗做吃食以外，希望對農民耕種嘅環境有興趣。天天做啲手曲，以農場困難。因為我要參觀嗰間嘅農場，參觀嗰間嘅農場，我第一個就對於土地嘅嘛咧，他們叫做對於土地嗬，叫做係以改良一個土地為主，唔係講我一定要出產一個菜呀的嗬，我同菜種一樣嘅農場。大部分的市集哈都會到都市去，那我們千里迢迢要把菜送過去，然後如果不賣，我們要帶回來。可是那有辦法喺人家來到嚟到嘅村莊來買菜嘛？啊，就想辦法，後來就講好，那大家來想，那弄一個市集，那我佢買菜，佢想要看菜好長在哪裡，馬上就帶到菜園可以看得到。那這樣子對消費者會很安心。他們這邊膠質很多，然後買1斤，一斤差不多幾根？不曉得，看大小的。說我們希望這些來的這些客群，他可以真正的去親近這個土地，親近這個環境，可以聽聽鳥的聲音，可以看看有機的農田，然後再當他來有這樣的一個心的時候，他們會更願意去支持這些有機農民。因為消費者來到市集，就係來到產地，對好山好水冇行下認識，也行下會有感情。愛食地土嘅人變多嘅，對農業嘅看法改變嘅，很轉到故鄉耕種嘅人也會變多。如果我們在這個當地發展這樣的一個市集的話，你可以帶動一些可能是家人，好，可能是親戚朋友，他們回來的話，對他們有一些良性的刺激。那怎麼說呢？這裡這麼美，好山好水，那農田荒蕪着，其實農業是我們的根本，土地是我們的母親。那我們這樣子讓它在荒蕪的話，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對不起祖先的。網中加下大田加做腳下係必須，幾乎同佢從嘅嗬，從事實體當中，個保守要按個當，要得不用得。因為按國家沒有來家下，會對嘅。同幾條都會記憶表出來，本屆的萬山節、萬山一情色，也係有機農林育粉特別到農場做些時節嘅體驗事情。中國嘅實體一些嘅開創，本後用自然農法嘅技，做得多一些嘅輸生。人家就講有譬如講用自然農法，因為自然農法就講人家客家人講嘅天上天養嘅。其實客家人講天上天養是蠻尊敬這個大自然，尊重萬物啦。哦，與天上天養都天生萬物皆有所養的意思咩？哦，原來種植方法佢就完全是長這個平衡。本地係正入捲人嘅技，3年前轉到故鄉，接下一個已經收耕嘅1926年嘅房鐵，辛苦嘅開建築3個人嘅有機菜葉，唔過漳州有機耕種嘅技，而且面對嘅就係輸成唔好。因為它有水溫度適合㗎，全部都蟲啊。哦，是香香豆啊。係啊，是香香啊，一跟明年也發出明明唔是。一冇輸成啊。係啊，冇輸成。
乏乏的吼，除非你要控个血蚊夜道虫啊。强强的有机农种别足，就算用设施搭棚来落种，隔离的当多的虫害，还系爱当日固地出现度作虫的。不过对气候疾病当敏感的有机工作，系接上可以出现无数生的情形。比如讲，它的产量吼，你拿捏不到啦。比如讲像呀，可能今日可能讲吼，太阳那就可以摘了，隔一礼拜后呀，后日可以摘了。到后日落雨像给落雨嘛，看一下落雨，落2年雨，个叶子都变黄黄，那就有都有病的呀。政府局来做有机工作，叫19人员的总师出，所以讲系苗栗帮助做有机工作的人，长期有按丰富经验的农民，一识读到1/3年的蔬食无到1000件的有诶，因比各项农法同样到1/10，所以到3000到5000件稍微易多。你讲买香啊，买香唔毛啊，唔毛啊，种嘢咪，种嘢都开始灭的啦。有种嘢都开始阴面的，唔解礼拜六啊，面到嘢落。一言之暗约，对辛苦种出来的农作物特别的写，希望消费者也做得真正了解有机农的辛苦。我认为一出面建议的朋友来讲，最好来俺农场体验，你实际下来做。你都感觉讲价价钱是不是合理？种有机爱试价批的心力，卖家是三毛天出有按多。另外，也因此有机农需要代理员的多的时间较多，就算有的农民实习一个平台，也冇办法当日100摊呢，甚至1礼拜抢做得100。这个农场係一年农场，我本身要种菜，要管理菜啊。冇时间可以卖啊，像你讲有机的哈，拿到传统市场你卖不下，因为价钱的问题。那卖像传统市场便宜，冇工钱，根本都发唔到呀。叫做1礼拜一多点啊，以前的2年，然后2年做唔得，我1礼拜本做2年，我天空唔做呀。对有机农来讲，吃善吃食实在太难了，因为冇时间留人力100摊呢。就算透过通路上一卖，假使冇到人数价100，大部分的有机农还是不得不放弃有些的利润。我全部都本通路去做啦，因为通路啊吼，佢去本佢同阿苏菲去包装去本有机店去卖。我就负责生产，我同品质顾好啦，应该当爱有甜的，应该有甜；爱有车，应该有车；像有的爱有酸，岁都冇人爱啊。好在也合有机市场，但是系用平均价值，虽然通路的价值较大，不过相对的问题。不过当太出的时节，有机农也会面临到比一般农民还较大的问题。中国有机市场系有限条的。一下讲量量太落去吼，讲到一下市场没办法消耗，没办法消耗落去，人家的东西落去，讲出惯性市场落去哦，你讲买传统市场落去哦，你像刚才你看到那个玻璃水哦，你都是传统市场卖人会买的，看到讲人的许多比你托太的就比下降。佢自家都塞车的呀，根本买去根本做唔去供养啊，所以佢都唔会给啊，有时间。附近的教养院啊，都会送给教养院啊。反正，现在是当家啦，当食菜啦，按辛苦种的吼，讲比面菜的话，本地安尼当大送咩，送本饮食啦。我们洗一洗啊，我们有切好一些会打成果汁过滤啊，会打成泥过滤之后再下去煮。煮熟之后加糖，就会变成肉笋的果酱。
有办法延长农产品的设立期限吗？这边做一条农民需要克服的问题。最近佢哋也成立了食品的加工室，用合作社名义来收集农民带出的农产品来做加工。如果你做成小白笋干，吃起来就像竹笋干一也样。俗过啊，做布袋会转来啦。喺布袋讲吼，其肥香的其爱啊吼，要做加工嘛。布小布啊，布袋会吼，生意呢营养午餐的也，系嘛？做下个，较三忙才会笑。芋头，对，芋头做的。好松哦，香哦，芋头的味道很重。你看还可以粘回去。现场吃，谢谢。赶快咬一咬。有没有好好吃？好，好吃。那我们自己拿一盒。好，要不要一双？我买了，我买了。你拿贴纸给我画。好，谢谢。还蛮好吃。哎，这用什么做的？这个是那个纯有机糯米。纯有机糯米。对，我们这是纯有机糯米。因为一个2年的有机农民实习，开始有人买起的煮熟的东西，购置将竹拍、糍粑半条也掉，也变做实习的另外一个主角。第一点，吼，食的吼较健康啦吼，韩国也纯有机的米吼，做个糍粑吼，食起来吼，价个较有香味的都吼，比嗰种的冇有机的吼，食得又较香啦，又较好食啦。哦，米质都品质都又较好，对身体们又较好嘛。当他们盛产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要去帮他们思考这些农民的出路在哪里。所以说，为什么我们从1级的产业生鲜的一个贩售，走到2级的加工？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当这些农民他辛辛苦苦已经种出来的一个东西，我们不想让它耕除，我们不想让它贱卖，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它的品质。我们用加工的一个方式，可以延长它的保存期限，同时也可以提升它的附加价值。今天是你顾店吗？哎，我顾很多摊。换人了。我顾很多摊。哦，今天老板亲自出马。又好食又好搞，一群有机农唔但只卖自家有机产品，还想要讨人潮带热来，把一个实习变做观光景点。当时我们来到这里，这是一个废弃的鸡舍。我们借由农夫的双手，将这样的一个村庄人家都不愿意来的地方，我们把它清洗打造，甚至于就地取材哈，用这些竹子来打造这样的一个市集。每个礼拜游览车进来，或者很多的轿车进来，他们也看到了一个希望。农村不会再凋零，农村借由这个市集，它其实是可以看到一线曙光。5年来，苗栗县的有机耕种面积从冇到4公顷，变到300公頃。下一摆佢哋提出行較大膽嘅計劃，要用掉熱有機農民實習做起點，土以舊煙土變做有機生產嘅農土，不然嘅較偏僻嘅蔬菜，可出現成機。用